大家好，我是张简小姐讲台语，菜市场台语课第3集，欢迎大家收看。今日看到有台湾 LV 之称的家鸡茶仔，咱来去菜市仔买菜。家鸡茶仔好清洁，搁环保，真方便哦。找一粒今仔日的主角，这就是咱今日要讲的菜。有时候不用出国旅行，走进市场就是一趟小旅行。今天走进市场，带大家认识空心菜。你会讲空心菜的台语吗？你讲空心菜，菜市仔阿姨会爱笑哦。今日菜市场台语课，我们来学空心菜台语怎么讲。正确讲法是硬菜，硬菜。空心菜可以水耕，也可以土耕。空心菜大部分是水耕，因为它喜欢水，水耕的比较干净，根部白白的，茎比较脆。土耕的味道比较浓，炒起来比较有菜味。你看这个茎中间是空的，所以才叫空心菜。你家都吃水耕还是土耕呢？留言告诉我。在菜市场，蔬菜的单位通常是1把，台语1把，1把空心菜，1把硬菜。接着我们来说，来市场买空心菜要怎么挑呢？第一，叶子要翠绿；第二，茎不要太粗；第三，切口不要发黑，或是用手折一下，看会不会脆。你如果这样挑空心菜，市场阿姨会说：“哎呦，你真够劲哦！”空心菜台语叫做硬菜，硬菜。今仔日加教大家3句菜市仔大拄听到的台语。这一斤偌济钱？这一斤偌济钱？较俗一点嘛，好无？较俗一点嘛，好无？互我1把就好。互我1把就好。学好这3句，你的菜市场台语直接升级。空心菜怎么煮？空心菜干净好清洗，处理方式可以用利刀快切，也可以用手折成一段一段。最好吃的方式就是大火快炒，蒜头爆香，大火下锅，不要炒太久哦，炒太久会黑黑的。妈妈讲的，火若大，时间就要短，简单就真好吃。快炒店、餐厅常见有空心菜炒牛肉、炒羊肉，或是虾酱空心菜。你家都怎么煮空心菜呢？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喜欢到处旅行，觉得每个城市最有味道的地方就是市场，因为这里有声音，有温度。今仔日的硬菜，不单是青菜，嘛是咱的生活。其实菜市仔不单是买菜的所在，嘛是台语活力的所在。你若不讲，就会慢慢消失。今日开始去菜市仔试看卖，讲一句台语。
今日菜市仔台语课，你学会晓应菜了吗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市场小旅行，记得订阅哦。一句台语，一种滋味。我是张简小姐，我们下次市场见。